坐喺門口，一動不動，眼神定定咁望住大門。冇人叫佢，佢都唔喐，就咁靜靜等嗰個每日最熟悉嘅腳步聲響起。門冇開，佢都唔走開，因為佢知道爸爸會返嚟。呢種等，冇人教過，但佢記得爸爸每日回家的時間，而佢就要喺原地迎接。冇時間表，冇保證，但枝豆仍然選擇相信。狗狗唔識講我掛住你，但一日又一日坐喺門口嘅背影，就已經講晒所有愛。而等爸爸就係每日最重要嘅事。每一次門外有聲，佢耳仔就即刻豎起，希望係佢最熟悉嘅聲音。原來最簡單嘅等候先最深情。門一打開，枝豆即刻彈起身衝出去，成隻狗好似細路咁，開心到停唔到，條尾巴搖到成個風車咁，對腳仲會跳起來，成隻八哥狗變咗迎接部隊，動作快得連鏡頭都追唔切。佢撲埋去爸爸身邊，聞一聞，跳一跳，好似要用自己成個身體話：我等咗你好耐啦。呢一刻冇修飾，冇套路，淨係得一種最純粹嘅歡迎。狗狗嘅世界好細，但佢哋對你嘅感情好深。枝豆用最簡單、最真實嘅反應，教識我哋，被等係一種幸福，被咁樣迎接係一種無價。每一次返屋企，有枝豆咁樣嘅歡迎，是養狗人的幸福。